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啊，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你会讲台语有影艺术啊？啊，敢有定定拢迄个水阁好诶？无毋对，嘛每一种语言，无论讲华语、英语、日语，只要活跳跳诶语言，绝对有迄个上粗诶，嘛有迄个上幼诶。有迄个上解艺术水阁好，嘛有迄个上杀度咧讲的话。啊，台语原来有我捡几句我出来甲你研究，你毋通摕去含人冤家呢。头一句，朋友当着我吵嘴，咱出来做公亲的讲你毋通献手底下肉互看。事实即句原来说了真好，原因就是讲，平平咱拢家己是好是歹爱小概念，咱都为着共一个目标咧拍拼，总无讲安尼小可吵嘴尔，安尼四边的人。拢看恁两个冤家头壳老火老弟是真闹气，安尼讲叫做献手底下肉互看，就是平常啦。另外一句话，人咧讲手巧屈入无屈出啦。你若屈出，众人拢咧看咱闹气啦。啊，若手底下肉安尼落条的啦，咱阿对内底来啦，无人会知啦。毋过偏偏你安尼就爱计较甲颔棍筋遮尔大条，献手底下肉互看，哇，众人拢看，安尼敢有较长？所以是毋是咱着爱带念家己？啊，另外一句，原来上杀度咧讲的话，就是讲真正场面发生啊，着爱歹面相看。讲到即句歹面相看，搁种想到另外一句叫做歹看面。那歹看面，甲遮解说又搁无共，搁种感觉到恰死。我安尼生做真歹看面。若要追求所爱的人，往往拢无法度照心愿。我的外观，着红袂甲我懊恼。风无通甲咱一着，安尼叫做歹看面。啊，若歹面相看咧，就是平常时啊，咱好来好去。即马真正上杀度的时阵，我面落来，你原来面落来，安尼叫做歹面相看。啊，当然，即句我阁无够咸呢，啊，阁一句愈咸愈险的，讲人肉咸咸啦，看是要倒猪哥，还是要倒猪母，即个话你毋通讲，听会捌就好。意思就是讲一决雌雄，猪哥就是雄，啊，猪母就是母的。啊，看要倒你，还是要倒我，就是爱教甲讲相杀一个生死度啊，这改毋好啦。毋过国情头拄啊有咧探讨甲解说啦。若讲咱的语言活跳跳，有当阵啊台顶要搬一个冤家相拍，要搬一个讲牙刀牙枪，嘛是要有即个话出来讲呢。所以咱听会捌就好，毋免提出去讲。毋过咱心内互相研究、探讨甲参考。